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圣殿，阮的侍奉，受你差遣，正做今仔日礼拜，代表祭司的工作。恳求上帝，你的圣神降临伫阮每一个侍奉的当中，保守阮的心无受搅扰。享受圣神就是平安喜乐的灵，运行伫阮侍奉的当中的心内。互阮今仔日所念的诗歌，所供读的圣经，阮所捧圣餐的杯饼，恳求天父上帝你通过阮所侍奉的，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主你亲自来领受，也试看主你稳定的滋味。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会通仰望看见，过我主耶稣你阳光的面，互今仔日的礼拜带来恩望，甲新的活命。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运行做工，施恩赐福。愿咱恳求基督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呵乐，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捌定再生咱来得到活的愿望。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66首，万面三甲自集欢喜，请咱起立吟全首。万面三甲自集欢喜。咱即时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伯亚哥入内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
上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这是做伙来启应文39篇。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搁有。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办变，亲像新娘装他来听候伊的丈夫。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搁要甲因的目屎拭去拢总的目屎。毋捌搁有死实，也毋捌搁有哀伤、嚎叫、痛痛。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面。佮讲，你着写伊，因为这个话是通信，是真实。佮甲我讲，已经成了，我就是阿利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予舀嘴大的人啉。得胜的人要先接者的。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咱这是佮做伙来吟圣诗123首美调。耶稣真正死搁活，请咱坐伫吟全首。耶稣真正是搁活，哈利路亚！天使世人干归花，哈利路亚！感谢您是做大声。哈利路亚！
即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今日是国外主日，阮对心底来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着救赎阮的罪，道成肉体，牺牲流血，为阮放杀性命，死伫十字架顶。3日后搁活，互一切信伊的无得灭亡，反得永生。即款的疼，是何等的长、宽、高、深？你的恩典何等的大？阮知影主耶稣已经搁活了，这是一个充满欢喜甲愿望的日子。伫即个特别的日子，阮除了要来向主献上感恩的祈祷之外，也要用心来领受。恳求上帝也赏赐阮新的活命。旧的阮已经钉死伫十字架顶。主，你是道路、真理甲生命。你的搁活生命赢过了世界的苦难。我知影有你伫我内面，我的生命就会有属天的平安甲喜乐。搁活的主，求你继续激励阮，互阮为你来活，伫生活中常常来见证你的作为。互我搁较深经历主的疼甲医治，主无搁有保留，愿意选择一生为主来活，充满慈悲甲怜悯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阮安尼祈祷，拢是信靠主的圣名来求，阿门。好了，请圣歌队。
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圣经104篇第1节：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衫来穿。33节：我要一世人向耶和华吟诗。我要活的时，要向我的上帝唱歌学乐，愿意掠我的静静想做假意。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愿罪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神啊，着学乐耶和华，恁着学乐耶和华。再来看一位圣经，伫新约启示录19章第1节，这个代志了后，我听见伫天里有亲像大阵人在大声讲：哈利路亚！拯救、荣光、宽荣，拢是咱的上帝。讲道向上帝唱哈利路亚，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至权、至大，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来敬拜你。伫敬拜中间，阮感谢你有赏赐你圣囝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受苦，拯救世间人，以死搁活，向世间表明活命是在伫你。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帮助阮纪念2000年前代表听十字架的作为，也求你帮助阮，会通继续来经历主耶稣搁我所带来平安、喜乐甲新的活命。主伫阮所听的兄弟姊妹中间，无一个人是例外，病痛得到医治，失志得到盼望，受困绑得到讨饭，失迷得到看见上帝你光明的道路。主通过今仔日的过活节，祝福每一个累志失望的人重新奋起，亲像迎照天色来陪伴，愿阮的上帝来亲近你。愿主你圣神伫这个神圣的礼拜中间对阮讲话，互阮听会明白。搁我的主耶稣就是阮的主，愿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主你的囝儿伫你面前敬拜你，求你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向上帝唱哈利路亚，这是启示录19章第1节，伊的意思就是着学乐咱的耶和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学乐，着学乐，也就是上帝的名，毋是伊的名，就是耶和华。旧约的圣经毋敢称上帝的名，所以只有讲神啊、主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希伯来语中间上帝。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着学乐上帝。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由不得对心中讲阿爸，感谢你。所听的姊妹，今仔日是一个过活节，过活节是什么种的日子？咱毋是咧纪念一个过去的故事，过活节是一个往头前的愿望。伊伫过去要发生，伫今仔日要发生，将来阁要发生。所以过活节是一个继续的过活。耶稣首先向世间来表明。伊讲，搁我在伫我活命，也是在伫我。所以意思就是绝望的人要得到盼望，伫黑暗中间的人要看见生命的光，伫心灵中间受到搅扰，有看路忧伤无助，无法度得到讨饭。搁我这就是伫半过节中间来表明，上帝有权要互人得到自由甲讨饭。搁我这嘛是一个伫死亡中间看见盼望，耶稣有死，
死到一切拢了了啊！但是耶稣个活，就代表了不起，因为伊的活是世间人所无可能所做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赐阮祝福，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礼拜中间，毋是敢若空空听道理。礼拜应该就是互上帝话，诚做我生命的规律、应允活出来伫咱的中间。所以，个活最上重要就是，既然有忧伤的人，甲主耶稣讲：“主啊，你怜悯我。”主就享受你喜乐的灵。既然生活在黑暗中间，看无光芒，乌天暗地，你若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上帝为你点一把灯，将光明享受互你。既然伫上帝面前讲：“主啊，已经无路啊，已经绝望啊。”伫人生中间上惊就是绝望，因为绝望就是一切苦楚的极头。所以失望的人最重要就是得到愿望。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因为主耶稣所带来，这个个活这个意义，咱活出来。这个信仰毋是干那一个道理，这个信仰毋是干那劝人做好事，这个信仰是会当互咱经历，迄个看袂到的上帝。要做咱世世代代咱的家族的帮衬。今仔日的圣经是咧讲起耶稣国外的故事。伫这个故事的内底上重要，伊咧讲天地三甲欢喜。所以启示录的19章第1节讲，伫天顶的礼拜，恁定睛倒去看今仔日的圣经伫阴暗，恁定睛去看，也是咧讲起伫天堂的礼拜。所以这个作者是约翰。伊讲：“我听见对天顶有声甲我讲，就唱哈利路亚。”伊讲：“接续我听到天顶的圣徒，就是伫天堂上帝的所在，所有的当信的人、死的人，拢伫迄个所在当信唱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其实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拢记载着耶稣国活怎样改变一阵行兄。耶稣身边的人，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伊捌伫耶稣受定时日嘅真正拍破一罐真贵贵重的那达香油，抹伫耶稣的头壳顶，来有比耶稣将来要做王。耶稣搁我迄一日抹大拉的玛利亚，有缘搁碰到另外一罐的香膏，去盲人要找耶稣，因为伊知影伊的耶稣已经死啊！有真侪民族会伫死人的尸体的顶悬抹香油，来互这个尸体有香香除去迄个臭味。所以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来到亡人，伊无机会搁拍破第2罐的香油，因为主耶稣已经搁活。所以这个故事就安尼开始传开。后来，这个查某人就倒去找伊所有的当时的兄弟姊妹，特别是找耶稣的学生。抹大拉玛利亚甲伊的耶稣学生讲：“我看见耶稣搁活，我看见搁活的主耶稣。”后来，一个伫惊吓绝望的学生，拢经历耶稣。恁会记得迄个上届眼见为凭的？耶稣其中的一个学生叫做多马，恁会记迄个故事吗？多马讲：“靠可能死人会搁活，生目睭发白白嘛，毋捌看过即种代志。若要互我摸着，我较要相信。”所以，各位主耶稣特别甲多马讲：“多马，你来摸我的身躯，顶十字架的伤者。”所听的姊妹伫今年的受难周。伫咱同齐对书默想的礼拜祈祷会内底，你有得到什么种的帮助？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圣经甲圣神拢是咧记载，才会见证耶稣基督国活的人。所以证人如云。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讲：历代中间有偌人侪见证耶稣基督国活的人。亲像围绕伫咱身边，
咱毋通搁再牢记。我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共读这段圣经，真做咱的帮助。所以头一个诗篇是头一个记载着哈利路亚这句话的所在。哈利路亚这句话虽然是一个真重要，对旧约甲新约常常咧讲俄罗的事，拢讲哈利路亚。但是其实真正出在记载伫圣经中间只有5个所在。头一个就是记载伫诗篇104篇第1节、33节、35节。伫这个所在讲，我的心是哪里伫俄罗摇花，摇花我的上帝，你至权至大，你用尊严威严来做啥？我的心啊，你伫俄罗摇花。所以讲，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礼拜是一个俄罗的礼拜。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听上帝的话。这是天使圣神所传予约翰的一句话。伊讲，当事实耶稣搁活这代志了后，意思就是当耶稣上天了后，伊看见天堂的荣光。所以伫这个所在，圣经讲，好亲像规大群人大声咧讲：哈利路亚！拯救、荣光、权能，拢是属于咱的上帝。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嘛听到，咱心内声，听到天顶上帝对咱讲话圣神的声音。所以伫这个所在，大笔讲，我一生要往耶和华唱歌。吟诗这个字，英语叫做 hymn， 就是咱的圣诗啦。圣诗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所以诗篇这本册的册名本身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所以整个诗篇就是一篇俄罗的诗歌。所以讲，我一生要活的是要往我的上帝唱俄罗的诗歌。现在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用俄罗的心来过积极的生活。咱用俄罗的心来过积极的生活，因为乐观积极。俄罗的人生容易带来得胜的规律。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也上时上帝面前，通过这个受难周，因为上帝爱人伫患难的中间静静祈祷，所以代表伊真明白上帝的心意。伊讲愿上帝掠我的静静，意思就是当咱拄着艰难的时阵，唔通细细念，唔通埋怨。你安静伫你的面前，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静静倚靠你，来看你所做，你为我成就的代志。静静的意思就是，当我家己做未来的事，我交予上帝，我安静听候伊伫我面前伊的带领。所听的弟姊妹，愿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帮助，因为圣经安尼讲：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这你愿意吗？你愿意一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吗？咱人真困难，靠家己完完全全生活在喜乐的中间。但是我靠上帝，上帝就是一切喜乐的源头。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对上帝讲：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愿恁的家庭也伫上帝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来伫咧欢喜。拄则牧师有解说。这个圣经的语言，圣经的旧约是用以色列人因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话，所以叫做希伯来语。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哈利路，哈拉就是哈利路头前这个3个字，伊的意思就是着俄罗。亚最后迄个字就是亚威，亚威就是犹太人伊唔敢称上帝的名。因为伫旧约的中间，上帝讲唔通蓝衫称我的名，所以到今仔日，犹太人唔敢叫耶和华，唔敢公然安尼叫，是因为因惊了得罪上帝。因为圣经讲唔通钦差 ，Oh my God， 迄个意思咯，变做口头禅啦。所以犹太人因只有讲亚威神啊，主啊。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这段圣经就是咧鼓励咱唱哈利路亚。在咱的人生中间，常常学了上帝，咱若学了，
上帝荣耀权能就伫苦难的中间，伫死实的中间，伫绝望的中间，伫黑暗的中间彰显伊的作为，甲伊的权能。所以诗篇本身是一个教人学到上帝的诗篇，特别伫国外节，咱今仔日头前2条圣诗拢有歌词叫做哈利路亚，恁有感受到无？所听的姊妹，当咱学到咱的上帝的诗，伊就彰显伊的权能甲作为。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讲：主啊，我要学到你。哈利路这个字原文叫做哈拉、哈利，动词无共款的时态，读无共款的音。哈拉哈拉，咱今日台湾人讲哈拉哈拉是用清清彩彩讲，但是犹太人的希腊语毋是迄个意思。哈拉是一个真庄严、真尊敬学到的意思。原咱伫主的面前，会记得代表讲一句足水的话。愿你的生命亲像一首新的诗歌，好听佮响亮，哇赞无！这句圣经记载伫诗篇333，诗篇33篇第3节。愿你唱一条新的诗歌，好听佮响亮。也即换手伫你的心来讲，主啊，我的人生要好听佮响亮，有甚物人无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年的过活节拢大一回。每一年的过活节拢成长一站，咱一年一年会成长。求天父上帝，互今仔日个礼拜真侪咱的决志，也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伊所赏赐咱国外的亏难。因为保罗讲，互耶稣基督国外的神，若点伫你的内面，就要互你会死的活命，搁再活起来，活跳跳。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相信，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恁做伙做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甲上帝讲：上帝，我无爱干那听讲道，我所以爱比讲道更加重要的，就是互我实实在在经历到圣经的应允。啊，这好唔好？咱甲主祷讲。主，我听一片片的讲道，不如你互我经历一解圣神所带来迄个活活的热情甲快乐。你若会记得耶稣甲国外主耶稣甲伊的学生伫以马忤路上相拄迄段故事，恁就会记得耶稣伫迄个故事中间，甲因做伙咧讲话咧旅行的过程顶悬。后来这学生讲什么？无怪。是咱的主耶稣，搁我的主耶稣。无怪伊甲咱讲话时，我的心是灰色的。你会记迄段圣经无？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也赏赐予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说使咱目前，咱的情景是拄着重担在心头。咱最近也有拄着咱无法度通排解人生的重担，兄弟姊妹。换手伫你的心内，你甲主耶稣讲：主啊，求你将我心头即个石头，将我的心头即个石头，主耶稣求你甲伊刷开，互我会当重新得到自由、活力甲头放。说使咱若拄着病痛，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愿我的病痛，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主，互我经历到你的医治。你的拯救，你就会记得有几个人伫圣经中间，包括列撒罗，搁一个就是该罗的查某囝，有无？耶稣也未死之前，伊已经行使伊对生命的权柄，所以互身边的人已经首先经历到迄种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后来有人讲列撒罗无死啦，伊是干那小可尔啦。当然，咱会当安尼解说，对无？挨老的查某囝无死啊，伊是小可尔，伊是忽然有搁家己活起来。信的人就相信，这毋是干那小可，这是一个真奇妙的预言。因为有一日，耶稣讲，拆毁的圣殿要搁在3日重建，死3日了后，要搁再国活。所以基督教相信，人有一个永远的活命存在。对今仔日开始，咱伫绝望的中间得到盼望，
就是国我，伫黑暗的关系捆绑，无可能改变的习惯，全然得到自由，包括遐食毒品的人、情欲捆绑的人，怎样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互一个浪子回头？所以国我对伫即个世间的人有真大的应允甲帮助。所听的弟姊妹，认真面对你家己的需要，然后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这就是我的艰难。伫今仔日，求你赏赐顶头生，搁我的开力，互我毋是干那信道理，互我是经历到上帝你的权能伫我的生命中间，是一生一世，是咱要活的事。所听的姊妹，上帝应允毋是将来的天堂，上帝应允上重要就是今生今世。所以代表讲，我要活的事，我要按我的上帝唱哈利路亚。我要活的事，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久。我要活的事，我要因为摇花我的上帝来欢喜。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应允的话。你有欠缺吗？你若有欠缺，咱若有缺无？咱甲上帝讲：主，我何等的福气！今仔日你要赏赐我哈利路亚的人生。搁我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祭件。伊的故事的背景嘛真巧合，因为搁我这甲受难周拄拄就是传统上犹太人咧过盘过节。这有啥物了不起？盘过节是犹太人耶稣出世进前1000几年的故事，就是犹太人因伫埃及当奴隶，所以伫受苦的中间，上帝予犹太人因得了自由，所以讨放因成做一个自由的民族。所以盘过节就是咧纪念捆绑的锁得了偷开，人得了自由。耶稣的死偏偏就选择这个节期，伊的意思就是人若受苦楚，伊要受捆绑的时，伊要得到偷放。所以耶稣伊设立圣餐这个日，就是盘过节的晚餐。所以耶稣用伊家己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世世代代教会会行行顺顺，守这个圣餐的意思就是：既然有人互罪苦楚，既然有人互黑暗捆绑，就来接近我。我要互你得到自由甲逃放。所听的姊妹，这就是基督教所咧讲的救恩。真正的救恩就是互人进入一个生命和谐、平安喜乐的心境。所听的姊妹，耶稣讲，求就互你，你相信吗？今仔日咱做伙坐在这个所在，咱要捧这个杯，是会当互咱生命得到把助，是互咱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活力。愿咱无空空离开上帝的圣殿，所以这是一个邀请。所以伫天灵嘛，伫地灵，愿你的国临到，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对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一个新的开始。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纪念国活节。国活节有真丰富的信仰上的意义。第一，咱的生命对这个时阵开始，咱的生命对国活节开始，一个新的纪元。所以后来有真侪使徒就解说这个国活节，虽然无用国活节做讲道的题目，但是恁会记得一句话，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的人。恁会记这段话无？这就是一个顶头生国活的意思。伊虽然无用讲这是一个国活节讲道，但是伊讲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所以兄弟姊妹，日日新，年年新。愿咱的生命是一日比一日更加丰盛，更加喜乐，更加尊贵。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年的国活节，特别咱有一个兄弟叫做江元一，今仔日是你的生日，父母互你有你家己的生日，
但是伫信仰上，今仔日你甲上帝立志。伊今仔日小慧甲张元义兄弟咧问到你的事，伊讲像我少年的时阵，我就有一个感动，但是我一直感觉立约是一项真严肃的代志。所听的姊妹，咱若有这种的觉悟，咱知影甲耶稣所立的约是严肃的约，那安尼，咱心中的代志就要发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个中间，牧师小可解说，因为时间无够野，真逐句拢解说互咱听。但死亡变活活，绝望变噩梦，旧约变新约，受捆绑的人得到自由。圣经讲，这叫做顶头生。耶稣讲，恁若无顶头生，就袂通入天国。恁会记无？意思是咱的性命就无改变。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人若无接受这种圣洁的生活，咱就看袂到迄个荣耀的上帝。这叫做救恩。所以耶稣的国我最重要，通过十字架来讨帮人。所以受难周最重要是咧纪念咱的罪得到交代。但是国我最重要的咧讲，就是咱重新返璞归真。成做新的人，亲像起初上帝创造遐尼清洁红的啊！咱来到这个世间，亲像一张白纸，所以咱倒去到伫亲像细汉的时阵，遐尼单纯。所以，搁偌济最重要欢喜就是经历。伫准备礼拜的过程顶悬，牧师已经开始为恁祈祷。每次礼拜我拢为恁写一个祈祷书，迄是我对心中深深为着咱大家邀请甲陪伴的祈祷。上帝看祈祷最重要，所以我嘛看祈祷最重要。我嘛相信兄弟姊妹，恁嘛敢看祈祷最重要。所以今仔的祈祷就是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互我经历着。主求你，互我经历着，你是何等的慈爱，你何等的关灵，绝望变噩梦。说使咱有甚物种的习惯，颠覆咱足久。兄弟姊妹，勇敢奉耶稣的名，将迄个习惯、面对迄个习惯、挑战迄个习惯、改变迄个习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咱拢拄着耶稣，亲像保罗拄着耶稣，约翰拄着耶稣。今仔日的启示录的作者，甲约翰福音的作者共人，伊就是耶稣所听的学生，是12个学生中间最后一个离开世间的人，上长岁寿的。所以伊所写的，伊的上帝予伊的启示，是藏伫圣经的上落尾本，因为伊是所有的使徒落尾上尾离开世间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约翰福音第一的福音书内底，约翰第20章有一句真特别的话讲：愿恁平安。今仔日牧师代表约翰也读互恁听，愿恁平安。所听的姊妹，愿恁天天平安，愿恁一生平安。阿门。所以主耶稣今仔日所留予咱的话，就是大大细细全家平安。愿咱伫主的面前。第二，耶稣出现伫迄阵着惊的人，就是学生相依为取暖，因为伊的老师去互钉十字架，所以这群人亲像过街的老鼠，人人看怕。所以这群人其实已经走投无路，心中惊吓。但是耶稣出现的时间讲：愿恁平安。跟落去，耶稣做一项代志，就是将来的五旬节圣神要做工的同一种的工作。耶稣对伊学生，耶稣做一个动作，为着要帮助恁会记得这句话，所以牧师甲口罩脱来，毋是要传染互恁。陈牧师头拄走去遐甲我比。
但是我要甲恁讲的是圣经内底这个动作，耶稣将伊的活气真具体看会到经历得，伊分予伊的学生。今仔日耶稣嘛将这个活气，就是圣神分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愿意吗？听候较无，就算做你毋知影什么时阵圣神来，牧师甲恁讲。其实上帝的圣神早就伫咱的中间，咱爱记得，上帝的圣神早就伫咱的中间，伊嘛永远袂离开咱，除非咱甲上帝讲我无爱你啊，这个圣神才会离开。若无圣神永远都无离开咱。所以约翰讲，我听见天顶有声安尼讲，亲像一间大间教会咧做礼拜。哇！足大声咧唱圣诗，学到上帝，伫咧中间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到咱的上帝，学到咱的上帝，学到咱的上帝，伊有拯救，有荣光，有权能，因为伊是咱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何其何种会记日，邀请上帝做你以马内利的上帝，愿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所以保罗拄则是约翰的见证，今摆牧师读一段保罗的见证。保罗伊的见证写伫伊的罗马书第8章第11节，伊讲：，互耶稣对死国外的圣神，若踮伫恁的心内，圣神若踮伫咱的心内，就会互咱即个绝望、受低调的黑暗、失志。上帝讲：，圣神若踮伫恁的内面。恁就要重新活起来。所以兄弟姊妹，其实咱的人生有高潮有低潮，对无？这是足自然而然的。但是一个若甲圣神时时刻刻常常做伙，常常敬献基督的基督徒，我们的高低潮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因为虽然咱有低潮，但是圣神甲咱伫的时阵，咱无惊吓。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圣经的应允，搁偌济就是这个意思。搁偌济意思就是讲，要互人听候上帝的人，重新得到快乐。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这就是搁偌济意思。搁偌济意思就是绝望的人要得到盼望，惊吓的人要得到平安，黑暗的人要看见光明，死亡的中间要有活命。所以。早就伫耶稣还未出世之前700年，先知以赛亚写这句话讲：听候耶和华的人，受难酒的人，伊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请你迎接天使杯冠，愿你领受这种的祝福，也愿咱的囡仔领受这种的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咱伫上帝面前的第二个祈祷。咱毋是干那听讲道，爱互讲道变做你的生活，爱互讲道变做你的生命，爱互古早人的故事变做你的故事，爱互圣经的人物的故事变做咱家己的故事。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今仔日国外的救恩进入到你的家庭，不但看见，佮经历，佮摸着。所以多马见笑，因为耶稣甲伊讲：你来摸，你来摸，我是真正的。我是真正的，我搁活，而且我带有上者。多马连摸都毋敢摸，因为伊知影，伊耶稣真正搁活。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会看得咱摸着，耶稣嘛要进入咱的家庭中间，搁一摆甲咱讲，愿恁平安。你相信吗？愿主甲咱三个伫地，这就是咱的故事。所以，搁我这故事毋是别人的。今仔日见那伫上帝的面前讲阿门，搁哈利路亚的人，恁就得着。无论你有出声无出声，你若是心内你甲上帝讲，上帝，我感谢你赏赐我的主耶稣基督，迄个救恩就甲你有关系。所以，搁我这今仔日毋是干那甲张言伊有关系。毋是因为伊今仔日洗礼，所以就到今仔日是咱的所有兄弟姊妹的主要的焦点，毋是安尼，是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搁我这是属伫绝望的人的日子，
死亡的人的日子，受捆绑的人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姊妹，这是一个祝福的日子。所以，当咱甲上帝讲阿们的时，这就是成就。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赏赐予咱。所以保罗讲，当我甲上帝讲阿们了后，我的人完全无同款。伊讲不再是我，意思就是不再是那个旧的我。头一句讲我已经甲耶稣基督同定是位。第二摆讲我，第一摆我是新的我。伊咧讲第二摆的我不再是我，不过再是我，迄我是咧讲你过去的我。这要是保罗咧讲，旧的代志拢成过去，变做新的。对今仔日开始，这个国外主要所要活下伫咱的生命中间，伊要将属天的平安、甲属天的快乐，加添互你，你期待吗？想好，你若感觉你有需要，你纯粹双手甲耶稣讲：耶稣，我需要你修身透开。阻挡我、捆绑我，这个歹习惯、黑暗的势力，所以说你甲我透开，主你赏赐我，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的祈祷。所以保罗讲，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伊就是新的人，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什么叫做新的人？上帝创造咱来到这个世间。伊原本就有伊好的赏赐，所以伫咱生命中间原本就有上帝的仁义甲圣洁。咱伫这个世间世俗化了后，咱失去了上帝的清气。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用伊的血，甲咱洗清气，咱重新得到圣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听这。为主来往，上帝要予恁一条新的生命的光。上帝要予恁的生命让人刮目相看，敢有影？你敢愿意上帝所赏赐你的活命，是予你的亲人刮目相看？恁的生命好听佮响亮，这毋是牧师的形容词，这是圣经对人顶头生。应允的一句话，诗篇33篇第3节，愿上帝唱新歌，好听佮响亮。主祝福咱，互咱为耶稣基督，咱的下半辈子，恁的下半辈子足长啊，阮的下半辈子较短。但是逐个人拢是今仔拢开始，拢是往前行。上帝赏赐咱的人生，好听响亮。咱同心来祈祷，听同阮的天顶的阿爸上帝，愿做伙伫你的面前做礼拜。就亲像2000年前，耶稣带伊的学生做伙进入马可的厝，伫迄个所在做伙食饭。对迄个时阵开始，一个世俗化的生活。动作就变做神圣的礼拜，一个世俗化做伙食饭的一个行为，就真侪阮伫信仰中间一个真要紧祝福的记号。所以今仔日阮做伙伫你的面前，阮要纪念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的道。主耶稣，阮邀请你来到阮中间，你是国外的主，你恩阮显明你的荣耀。你也对阮讲，愿恁平安。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听候，要接触你同坐道。主紧来咬喙带的人，互因得到巴掌。主，阮恭恭敬敬听候你。愿咱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要首先来举行咱的兄弟的洗礼，然后守圣餐。咱来吟第一首洗礼的圣诗。无先请祈祷士吼，让祈祷士来做咱的祈祷。
咱来吟圣诗212首。大家请坐，咱来请言语来头前，徛伫中。咱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搁我了后所讲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我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已经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搁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言语你已经决志要领受洗礼，亲像古早圣经内底彼得有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佮甲因行洗礼，当我也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佮伫上帝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就，互你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佮表明圣神的充满甲关爱。言语，请你来回答下面这3个信仰的问题。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愿意诚实悔改你的罪，也我靠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伊的救恩，你愿意接受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做真实的基督徒。伫你一生的生活，尽力做基督徒的本分，你愿意安尼做也无？请你来讲。你面向我，面向我。愿意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上帝，做伊的囝子，对这事到永远。阿门。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已经照你的吩咐。通过这个洗礼，将言语来交伫你的手中，主伊愿意对你行一生的道路。主等伊对你讲阿门的事，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清伊的过去，
对今仔日主你的会，你的活命就甲伊三甲伫地，逐日教示伊，逐日陪伴伊，用你的圣神，互伊得到新的活命。主，阮将伊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圣手扶持保守，直到伊一生的路尾。愿咱的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耶稣听你，你来徛伫中间。会众请起立。言语当你已经领受洗礼，也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勇敢诚恳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的头就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佮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德堂教会小会的官兵来接纳你，成做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耶稣基督的道，成做信约稳定的行持。阿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佮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行持，进入这个信仰的家庭。愿你祝福伊，享受圣神灌压伫伊的顶面，佮用你的恩典享受互伊，互伊结连伫耶稣基督丰盛的活命，一生活伫你的内面。伫将来年日，世事若拄着试探，主耶稣恳求你保守，你做伊的帮衬，保护伊，享受你得胜的圣神，互伊赢过迄个黑暗的关系，享受伊开力甲扶持，伫伊的软正顶悬，享受你的权柄，保守伊，互伊持守甲你的相听，一生跟对你，服侍你，服侍你的教会。阮的主上帝，求你保守言语，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直到一生见你的面。主，互伊一生中间通荣耀你，互人得到利益。求你，互伊会当全然伫你的面前做真实的基督徒。愿照你的教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会众来，等一下，言语你等你。咱来请咱教会小会员来代表教会来接纳言语加入咱的教会。言语欢迎你这个，欢迎你加入这个家庭。耶稣听你。恁小会员慢只走咧，以前你去来甲阮翕一张相，来，咱甲言语做伙翕一张相，手去顶落你过这边。咱口罩摕落好无？各位兄弟，我甲咱介绍，虽然咱有个人已经拢有熟悉吼，言语毋是头一摆来咱教会，其实伊从真早，若有时间会陪爸爸妈妈来做礼拜。伊的爸爸妈妈就是江医师甲玉玲吼，咱真欢喜因会全家即摆拢洗礼，搁有言语的太太吼，搁有言语的查某囝依兰吼，搁有即个言语的丈人丈姆吼。杨教授加杨妈妈呢吼，上帝祝福恁，真欢喜恁即摆全家拢是伫上帝的宝贝的手中，上帝祝福恁吼，耶稣爱你，好，谢谢。首的诗215首，咱来领圣餐，圣诗215首。耶稣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陪餐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就要进入就近因。来甲因啉食，因也甲我三甲啉食。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我要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因为我要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八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我的死伫到我过来。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教示，有摆设即个圣餐的饼甲葡萄汁。阮要恳求主你来到阮中间，你亲自来主持即个圣餐。主你用你的话名来圣别即个饼，互即个饼真侪阮的帮助。主你将你的宝血放伫即个杯，互即个葡萄汁分别做成真侪你的宝血。主互即个饼甲葡萄汁成做新约，是阮甲你定心立约的记号。主，阮要用安尼来纪念你，恳求你来到阮中间，圣别即个饼甲葡萄汁，互今仔食领受的人得到帮助。我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陈忠胜长老甲邱克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阮感谢你，利用你的身躯设立圣餐。主，阮感谢你，
主，阮感谢你。阮实在袂堪得领受主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但是主耶稣你家己成就这个极大的救恩，主，阮感谢而落你。主，阮伫你面前深深献上阮的感谢。主耶稣，阮感谢而落你。你讲这是我的身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主，阮纪念你极大的救恩。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无摕着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吃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印红长老甲众圣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
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的会所设立的，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无限的疼，你享受圣餐，做阮灵魂的食物，帮助阮明白你的慈爱、怜悯，以及你所享受阮荣耀囝儿的身份，阮是你所听信息的囝儿，是你天国的后代。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伫你面前，将阮家己摆列伫你的手中，恳求你接纳阮、看阮、扶持阮，互阮持续基督徒应该有圣洁的生活，通荣耀你的名，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备办心来感谢奉献。咱做伙起立，吟奉献的诗歌。我的在
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也这最近咱的疫情真严重，求上帝保守照顾咱在座兄弟姊妹。但是咱无过头会惊吓，恁若也未注第三剂的疫苗，或者恁若无特别身躯上有啥物种困难，上好是接受疫苗的注射，会当保护你家己，因为这是咱一个新的阶段，台湾爱面对的这个疫情的防疫的设施，当然年长的长辈，大家家己较细致，囡仔嘛共款，上帝帮助咱。咱伫行平安礼进前，咱伫即条时光，咱互相代祷，求天父上帝保守咱，伫疫情的过程顶悬有主的保守。主伫即个时，搁我这一时，欢迎即条时光来感谢你。虽然说你的听，就是搁我这最好的时光。你的听，充分通过视频架来表明，搁偌济嘛恩怨，来宣告讲上帝你的权柄是超过世事的关系，所以当阮咧讲平安的时，主耶稣，阮恳求你将我享受好每一个伫疫情中间充满惊吓的人。主，阮感谢你伫过去2年，互台湾真大的稳定，伫全世界疫情的冲击的下面，台湾算真少数平安的所在。主，阮感谢何多你，特别伫国外这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享受全世界有这个国外开拓，无论用什么种方式来做防疫的措施，主你怜悯帮助所有的人。主，阮也为着伫远远的乌克兰，这个国家和全世界对袂记日，搁再经历世界大战所带予人迄种的战争。恳求你怜悯，互这个世间强势的人因见笑欢笑。恳求主你伸出你怜悯的手来保守，伫战争中间失去因亲人的乌克兰的这个家庭。主，阮恳求你保守阮年长的长辈，身躯欠安的兄弟，祝福因伫你的保守中间，有上帝你所享受、圣神所带来的平安，甲运行生命的快乐，超出所求所想。主拯救因，医治因，帮助因。阮嘛为着阮教会年长的长辈，恳求主你怜悯帮助，互因伫晚年有上帝你充足的慈爱，充满满足的喜乐。主你甲因撒个地体，主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伫你的听的中间受起造，吃做你听的记号。耶稣，互世间人享受你的听，看见你的荣耀。咱甲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
愿各位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特别想事病痛中间的兄弟，主耶稣外面开达想事互咱得到医治甲透帮。咱下面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你愿恳求主你伴游伫伊的心上。主，用你的油吸引伫伊的心上，填满伊生命的杯。主耶稣，阮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愿你施恩赐福，互因福杯满溢，赐互因试看稳定的滋味。互因享受上帝你伫因一生中间的准备，也享受圣神，互因有敬虔的心，通甲主你同行，用因的生命真侪荣耀的记号，让人来见证，愿是属伫你光明的家子。主，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属。即次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较入看。本周聚会，礼拜日暗时9点半伫礼拜堂，礼拜三祈祷会8点伫礼拜堂，青少客聚会，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工服侍，后礼拜聚会请陈美秀执事。苏琴、刘玉明兄弟、苏宪、张世昌甲吴素基执事，招待第1组。成眼光读经表，请咱照顺序来看。具体交通，2022年总会年度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大家同心来找找10年的宣教目标，迈向100。第2，本主日伫教会欢迎江延义兄弟领受洗礼，归主耶稣圣名，有份伫德堂教会信仰家庭，互咱伫主前代祷，共江弟兄灵命增长，同门主恩。第3，杨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的资格，请咱照顺序来看。生日：叶琼章、谢丽云、林美玲、陈杰恩、赖佩琪、詹秀阳。奉献报告，请咱较入看，若有出入章过价欢迎。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为身体欠安丁烈华、庄严、詹达、庄仁聚、黄宏仁、郭陈秀霞、李学兴以及教会所有年长的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3，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4，为结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聚集德克达亚。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509首，吟诗线请牧师祝祷。向我吹唤。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